罕见疾病结节硬化症是一种会影响真侪器官的疾病，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智能。今年6月才打出世就互热台送到病院，嘛发现讲治着这款罕见的疾病。当初照顾伊的查某医师是认为讲伊家己上适合来照顾伊，经过真复杂的收养的程序，伫去年已经真做是彩彩正式的妈妈。咱嘛做伙来看这真感动人的故事。伫真侪镜头之下，一点拢唔惊，伊是得到结节硬化症甲多重障碍疾病6岁罕病的囡仔彩彩，伫甲护病房照护之下日子，互新生儿科医师王庆安下定决心，超过爱甲疾病界线，经过真侪年繁琐程序，成功收养彩彩。他在2个月大的时候发展也跟一般孩子一样，那所以他很快就用了。那我会觉得说，用我的专业这样照顾下，有没有可能他在结节硬化症里面的表现其实是最好的？为医生正做妈妈，知道是真无简单，尤其是结节硬化症是一种影响多重器官的罕见疾病。伫无共款成长阶段，拢有可能出现病症，可能是心脏或者是脑部发出肿瘤，发生样形。囡仔时期出现白斑，或者是脚会被误认是青春痘的皮肤血管纤维瘤，若无赶紧治疗，可能造成智能受损甲学习障碍。以我个人的经验，是因为小孩子癫痫，那我把它当成普通的癫痫。后来慢慢长大之后，有其他的临床发生的时候，还做深入的检查，才知道是结节硬化症。每一年逐步的都有非常多相关的药物能够纳入健保给付，我们纳入健保给付。那没有办法的，比方说一些孤儿药的部分那只要是在条件或者是适应症的部分能够符合，我们也都全力来做协助。真健保罕病预算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过为服务今年的罕见疾病甲血友病的专款预算，差不多是180亿。亲像王医师甲彩彩组成的家庭真少看到，希望因的温暖故事，能鼓励更较侪罕病的家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